之时时节，不亦乐乎？有便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言不知，言不尽，不亦乐乎？为政第四章，注曰：五时有五二四，有学三十而立，四十而不惑，五十而天命，六十而理顺，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逾矩。为政第四章，注曰：由汇入低之户，低之为低次，不低为